隨住香港首位太空人升空，唔少太空迷更加相信夢想總有一日會成真。由鐘卓希講下。呂建全，人稱港版楊利偉，喺電視見證人類登月，從此立志做太空人。為咗實踐夢想，多年嚟佢用咗幾百萬到俄羅斯接受太空培訓，去美國體驗無重狀態，更加遠赴極地接受求生訓練。你笑你都笑唔出啊，簡直係痛苦嘅。呂建全又成日着住呢件航天服，周圍去宣傳太空知識。嗰陣時啲人以為我整車嘅啫嘛，有啲人即係好多人喺度笑啊！喂，我個車有啲嘢唔妥，揾你嚟幫手整得唔得啊？咁面對冷嘲熱諷，冇咗佢對太空嘅熱愛，堅持夢想。即係當你同嗰啲小朋友去分享呢一啲嘅知識嘅時間咧，小朋友嘅笑容同埋嗰隻眼咧係唔會講大話嘅，咁你就會覺得咧啊！我呢一個分享係好有價值。67歲嘅呂建全早已經過咗做太空人嘅黃金年齡。外國都有啲即係大過我嘅年紀嘅人都做咗太空人啦，中年都可以好聲音啦，咁中年都或者老年啊都可以做太空人啦。